今日是2024年最后一天，同时嘛迎来永康区全民运动馆的动土兴建。原本中央只稳准人口超过20万，才设入国民运动中心。现在市府跨区运用市预算资筹2亿，要伫永康中校体育公园来兴建全民运动馆，上午举行动土仪式。中国，海内比赛前进那个，一枪头，中国人都是你天意情的。上枪头，中国人给我们气温汹涌，中向喝彩。千呼万唤始出来，我们在2024年的最后一天，终于迎来了永康全民运动馆的这个设立哈。那其实这个我们非常努力的在做，在当初中央只允许说，在赖清德前市长时期只允许做人口超过20万的地方才能够设国民运动中心。后来在我任内，中央愿意支持，就是说来跨区来做那个全民运动馆。那但是呢，台南市还用自己的经费，然后另外在永康要设立，觉得其实台南市有很多民众喜欢运动，那我们推展全民运动也是我们的政策目标，但是中央的资源给我们的资源有限，所以我们只好用台南市的经费来设立。但是因为这样子那招标真的很不容易，今年终于标出去，而且有厂商能够赶快兴建。我们期待永康的全民运动馆赶快兴建，赶快完工，提供全台南市最大的行政区永康区一个民众比较适合的一个平价的这个运动中心。现场出席的包括市长黄伟哲、体育局长陈良谦，以及永康区长，甲伫永康区在地议员拢到场，共同祈祝工程顺利。市府体育局表示，永康全民运动馆规划地上2层，户外广场规划共融式的游戏场，预计115年的中旬来完工，希望达到全年龄的运动目标。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